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個話題，可能會令你對屋企某個成日被你嫌棄嘅親人有一個180度嘅改觀。你聽完之後，分分鐘會衝入廚房攬住佢講一聲對唔住。你有冇見過一種怪事？有啲人明明由朝做到晚，連旅行都唔捨得去，但偏偏一世都平平淡淡，甚至臨老病一場，將身家奉獻晒俾醫院。相反，有啲人好似好得閒，但偏偏做咩都順風順水，買樓又升值，仔女又聽話，連買張六合彩都撞到好運。你以為呢個係運氣？我話俾你聽，呢個世界根本冇純粹嘅運氣，只有你睇唔見嘅磁場。一個家庭會唔會興旺3代，唔係睇你戶口有幾多位數，而係睇你屋企有冇呢6個生肖嘅人。佢哋一出世就帶住一種特殊嘅磁場，自動幫家族還債，幫父母等災，幫子女開路。只要屋企有一個，全家嘅氣運就會喺暗中被扭轉。今日我就逐個同你講清楚。第一個屬牛，用最硬嘅態度做最暖嘅事。第一個要講嘅係屬牛嘅人。好多人覺得屬牛嘅人好固執，好難溝通，死牛一面頸，甚至覺得佢哋唔識變通。但你知道嗎？正正就係呢種固執，幫你頂住咗屋企幾十年嘅風風雨雨。屬牛嘅人地支係丑，五行屬濕土，入面藏住癸水，有厚德載物嘅特質。佢哋天生就係嚟承擔嘅。你未出世嗰陣，佢已經開始幫你頂住。你留意下身邊屬牛嘅人，特別係1973年出世，今年53歲嗰批，或者1985年出世，今年40歲嗰批，佢哋細個就可能已經要幫手養家，甚至放棄自己嘅讀書機會或者夢想，為咗等細佬妹有書讀。我講一個真實個案，有個家庭老老做生意失敗，欠落一身債，老婆頂唔順走咗，得返佢一個人供住2個讀書嘅仔女。全家最絕望嘅時候，係一個1973年屬牛嘅工廠女工企出嚟，將自己辛辛苦苦儲落嘅幾十萬嫁妝全部攞晒出嚟幫手還債，仲要打2份工幫手照顧嗰2個細路。佢由朝做到晚，從來冇怨過一句，連一件新衫都唔捨得買。10年之後，老老東山再起，2個仔女全部大學畢業，做晒專業人士，全家買咗3層樓。呢個就係屬牛嘅人，佢哋用自己嘅血汗幫成個家族逆天改命。佢哋嘅慈悲從來唔係軟萌嘅，而係用最硬嘅態度做最暖嘅事。佢哋將所有壓力吞落肚，身體好容易出問題，成日心口翳住翳。所以如果你屋企有屬牛嘅人，請你對佢好啲，佢嘅身體係為咗你而捱壞嘅。第二個屬兔，用溫柔融化怨恨。第二個要講嘅係屬兔嘅人。屬兔嘅人地支係卯，五行屬木，代表春天嘅生機同慈悲。好多人覺得屬兔嘅人膽小怕事，容易俾人恰，覺得佢哋心腸太軟，見唔得人受苦。但你知道嗎？一個家庭入面，如果父母成日嗌交，或者兄弟姊妹之間有利益衝突，只要有個屬兔嘅人喺度，佢就會做中間人，用自己嘅溫柔去融化所有怨恨。我講一個真實個案，有一家人因為爭一層舊樓，搞到上法庭，兄弟姊妹之間差啲打生打死，全家關係差到極點。唯獨係一個1975年出世屬兔嘅家庭主婦，一邊勸交，一邊送湯，一邊流眼淚，甚至自己提出放棄自己嗰份，只要大家平平安安。當時所有人都笑佢傻，話佢咁樣只會死。但奇妙嘅事發生咗，正因為呢個舉動，大佬感動咗，二高醒覺，2個收翻張狀紙，仲出錢幫老三買多層樓，成個家庭嘅氣氛突然之間由冰封變翻溫暖。大佬後來做生意發咗達，二哥做咗公務員，全部都因為嗰個屬兔嘅人當初放棄咗眼前嘅小利，換嚟成個家族嘅大富。屬兔嘅人情路通常好坎坷，自己嘅感情都搞唔掂，點樣旺3代？聽清楚，
正正因為佢哋喺人生路上受盡挫折，將所有業債還清之後，佢哋嘅磁場會變得更加純粹，會將一種大愛轉移到家族身上。屬兔嘅人教出嚟嘅仔女通常都非常有教養、有愛心，大個之後多數能成大器。呢個就係一代傳一代嘅好家風。第三個屬龍，用雷霆手段護全家平安。第三個要講嘅係屬龍嘅人，屬龍嘅人地支係辰，五行屬水，能大能小，能升能潛。好多人覺得屬龍嘅人脾氣大、自尊心強、好面子，有時真係覺得佢哋不可一世，點會同菩薩扯上關係？你嘅諗法太表面。你試下諗一個家庭，如果冇一個夠惡夠威嚴嘅人坐鎮，出面嘅小人同鬼怪一早就將你成家人生吞咗。屬龍嘅人天生就係嚟做開路先鋒嘅。我聽過一個街坊嘅古仔，佢家族以前喺九龍城開雜貨鋪，後來成條街轉晒型，周圍都有黑社會收保護費，人哋間鋪成日俾人搞，但唯獨佢哋間鋪冇事。點解？因為佢哋有個1964年出世屬龍嘅阿爺，生得高大威猛，眼神甩離，望人一眼啲爛仔都驚。更重要嘅係，屬龍嘅人直覺超強，對商機非常敏頓。90年代初，佢力排眾議，將所有錢攞晒出嚟買幾間地鋪。當時全家人都話佢傻，結果今日嗰幾間地鋪值10億，三代人衣食無憂。屬龍嘅人平時可能好惡，好難服侍，但每逢關鍵時刻，佢做嘅每一個決定都係為咗成個家族。你話我聽，呢個唔係菩薩係咩？第四個屬羊，將福氣留俾家人。第四個要講嘅係屬羊嘅人。好多人話養狗唔好養羊，話屬羊嘅人命苦，呢啲說話真係害人不淺。今日我一定要幫所有屬羊嘅人平反。屬羊嘅人地支係未，五行屬土，性格外柔內剛，極度孝順。佢哋嘅菩薩磁場表現在代眾生受苦。好多屬羊嘅人細個嗰陣身體可能比較弱，或者經歷過一場大病。命理學上嗰個叫擋債，佢哋用自己嘅肉身幫父母擋走命中嘅血光之災或者官非之災。自從佢哋出世之後，父母嘅事業往往會步步高時。我見過一個真實案例，一對夫婦結婚7年都賺唔到錢，日日為錢而煩惱。後嚟生咗個屬羊嘅女，個女雖然讀書唔係最頂尖，但人緣好到不得了。出咗社會做嘢之後，嫁咗個有錢老公，仲幫手打點娘家嘅生意，成個家族嘅環境都改善晒。屬羊嘅人平時不爭不搶，性格溫和，屋企人有咩爭執，佢永遠係蝕底嗰個。但正正因為呢種不爭嘅磁場，上天將最好嘅福氣都俾咗佢，連帶全家人一齊享福。佢哋將苦留俾自己，將甜留俾家人，呢個就係菩薩轉世嘅證明。第5個屬狗，幫你守住財富。第5個要講嘅係屬狗嘅人，屬狗嘅人地支係戌，五行屬土，天生自帶一種忠心同防風嘅磁場。一個家庭如果想富過3代，最重要嘅唔係賺幾多，而係守到幾多。好多人賺到錢之後，就走去炒股票，做高風險投資，或者遇到外面嘅爛桃花，狐朋狗友，一夜之間將副身家敗晒。屬狗嘅人就係最強嘅人肉商機定測器同財富守護神。我有一個客人，1982年出世屬狗嘅太太，老公嗰陣鬼迷心嘅，聽身邊嘅好兄弟講，準備將全家唯一嘅自住樓抵押出去，攞幾百萬去大陸投資一個所謂嘅高科技項目。老婆死都唔肯，同老公鬧到差啲離婚，將房產證收埋鎖喺保險箱，日日仲要去做，跟得夫人。結果呢，大年之後，嗰個所謂嘅好兄弟涉嫌詐騙被捕，所有投資嘅人全部血本無歸，有幾個甚至要跳樓。唯獨呢家人因為老婆嘅死爛打，保住咗間樓，保住咗全家老公。事後係咁多謝老婆屬狗嘅人。有時講嘢真係好難聽，得罪人多稱呼人少，
成日負能量咁，但佢哋係幫你守門口防小人。你揾幾多？如果冇人幫你守住，都係倒水咁倒。所以如果屬狗嘅人反對你做某件事，或者特別討厭你某個朋友，你千祈要退後一步，查清楚，佢分分鐘係救緊你條命。第六個，屬豬大智若愚，福氣自嚟。第六個要講嘅係屬豬嘅人，屬豬嘅人地支係亥，五行屬水，代表天生嘅福氣同富貴。如果話前面5個生肖係靠努力、靠守護、靠代終生受苦嚟旺家，咁屬豬嘅人就係純粹靠命，好嚟蔭庇全家。你可能會唔服氣，屬豬嘅人又玩又貪食，日日坐喺度享受，點解會旺家？呢個就係磁場嘅分別。屬豬嘅人天生自帶一種大智若愚嘅菩薩氣場，佢哋唔計較，所以冇怨氣，冇怨氣，風水自然。好，我講一個最神奇嘅真實案例。一個開茶餐廳嘅老闆，生意做咗10幾年都唔鹹唔淡，每個月啱啱夠交租出糧，直到佢娶咗個1983年出世屬豬嘅老婆。呢個新抱既唔識煮飯，又唔識收銀，日日淨係坐喺水吧後面同隻貓玩。當時周圍嘅親戚都喺背後笑佢娶咗個懶婆娘。但好怪異嘅事發生咗，自從呢個新抱日日坐喺鋪頭之後，茶餐廳嘅人流突然間爆滿，甚至有好多外區嘅人慕名而來。2年之內，老闆開咗3間分店，買咗2層樓，連原本多病痛嘅身體都慢慢好返。點解？因為屬豬嘅人身上帶有純正嘅天地貴人磁場，會將周圍所有好嘅能量全部匯聚喺佢所在嘅家庭。只要佢坐喺度，笑聲就會多，笑聲一多，財神爺自然掌住不走。如果6個生肖你都冇，你仲有方法？你可能會問，岑生，我呢6個生肖一個都冇，咁我屋企3代係咪注定冇運行？我話俾你聽，唔係，生肖再好都抵，不過2個字，心善。你心善，你嘅磁場自然會向菩薩靠攏。你日日計較，日日鬧人，你身上嘅磁場就會變成羅額。再好嘅生肖都冇用。如果你最近覺得運氣真係好差，或者發現屋企人之間成日無端端發脾氣，身體多病痛，錢財左手嚟右手去，我教你幾招好簡單嘅化解方法，連80歲阿婆都做得掂。第一步，斷捨離清理屋企嘅雜物，特別係正南方同正北方嘅舊報紙、舊雜物。今年火氣重，如果地方太亂，就好似喺火堆上面加柴，全家嘅脾氣會大爆發。第二步，擺一杯鹽水，準備一個乾淨嘅玻璃杯，入面放滿粗鹽，加水加到8分滿，擺喺屋企嘅正南方或者大門口嘅旁邊。如果你發現玻璃杯邊原有鹽結晶，甚至等出嚟，代表佢正幫你吸走病氣同吸氣，你只需要抹乾淨或者換一杯新嘅。第三步，掛幅畫。如果一個菩薩生肖都冇，你可以喺客廳嘅正東方掛幅有綠色嘅字畫。木能生火，同時亦能疏土，可以將沉悶壓抑嘅氣場重新啟動。同時每逢初一、15，買少少新鮮嘅鮮花擺喺屋企，保持生氣。最後嘅說話，風水佬可以呃你10年8年，但我今日同你講嘅全部都係因果。生肖磁場再好都抵不過2個字，心善。你心善，你嘅磁場自然會向菩薩靠攏。你日日計較，日日鬧人，你身上嘅磁場就會變成羅意。如果你覺得今日我講嘅有道理，分分鐘點醒咗你對某個家人嘅態度。我希望你做一件功德無量嘅事，將呢篇文章分享俾你身邊屬牛、屬兔、屬龍、屬羊、屬狗、屬豬嘅親戚朋友。你唔需要同佢哋講大道理，你只需要轉發出去，就等於幫佢點亮咗明年嘅財神，幫佢擋走流年嘅災禍。最後，無論你屋企處於人生嘅邊個階段，無論你戶口係5位數定8位數，記住，一家人平平安安、齊齊整整食餐安樂飯，就係世間最大嘅福報。祝各位街坊由今日開始順風順水，身體健康，橫財就手。
一家興旺，三代平安。